伫咧高雄有民间慈善会甲主管在地民众做伙成立一区，专门护士大人种植田园，因鼓励老大人种有机菜色兼做运动，会当愈活愈健康。这芹菜，葱啊蒜，边仔遐香菜。陈和庆阿公甲阮小解伊的菜园，一区菜园是伊甲因某做伙咧种，收成袂歹。另外一片嘛种了真侪作物，是这位康生一个人亲手整理。这番薯啊，桥啊，拢家己种的。是啊。 72岁康生因为捌中风，关伫厝内真久，后来因为因某领养这块地，伊的生活完全无同。 但是无啥爱来，多数伊无较少，伊家己来，佮一工来家挽草，家己种植有诶无？即摆来，佮一工来多数来一工来2摆，伊是来遮种植，甲遮互动互伊的病情，中风的病情煞怎好起来？这番薯啊，这真正有机的我种的咧，足好食咧。 主管这区农园是在地善心临书馆的600外平的地，协助慈善会规划，专门予退休长辈会当来种植。真侪人原地咧讨海，毋捌做事，来遮才学安怎种植。我加足欢喜的，我甲袂伫厝呢，碰伊坐甲落落。迄伫厝呢吼，看电视伫坐，毋是哈伊就拄久，系啊。来遮做甲足欢喜的，精神阁足好的。考虑讲。 长辈伊的体力是毋是会堪一啊？所以我家规划了6坪，包括伊的水吼，每一格内底面吼，一个长辈就是讲一个号码嘛吼，拢有一支水抽啊。包括护士我拢家己穿甲做好势。这是高雄第一个民间经营专门予长辈活动的农园，目前已经有50人领养，阁有人真有心，伫每一个菜园写一句台湾俗语。 阿公阿嬷来遮种有机菜色，种植兼做运动，嘛食着健康。记者陈嘉文、罗伟做高雄报道。